睇見機場聚集咗咁多拎住紙牌嘅 fans， 相信大家都估到呢日又有人氣偶像襲港啦。佢哋係邊個？咪就係台灣人氣組合飛輪海咯。雖然四子呢日遲咗成個鐘頭先至出閘，但係當齊齊戴上墨鏡嘅四子一步出機場，全場 fans 已經表現得相當興奮，一擁而上圍住偶像啦，令到飛輪海即使有10幾位保安護駕之下，都一樣舉步艱難，場面混亂啊！你好。當飛輪海行到呢個門口嗰陣，情況就更加混亂，而行喺最前面嘅大東汪東城仲差啲棘親添，所以吳尊都忍唔住用廣東話安撫 fans， 叫大家小心啲啊！而講到10月10號就係吳尊嘅牛一，佢就向 fans 透露生日願望係想多啲時間陪家人。對於有 fans 喺網上留言話會喺10月1號嘅簽唱會上為吳尊提早慶生，佢就話好歡迎噃。照咁睇，吳尊呢次香港之行應該會滿載而歸，收到唔少禮物帶返台灣啊！